早安，您好。早安，安总你好。安总，安总你好。安总，我想去屏东的六堆客家文化园区。我想去屏东嘅六堆客家文化园区。我想去屏东嘅六堆客家文化园区。那里好玩吗？好玩啊。该位好了么？当好了啊。该位好了么？当好了啊。在那里，您可以看到南北一样的神在庙、主在堂。第街你就得看到南北共樣嘅神在廟、主在堂。第街你就得看到南北共樣嘅神在廟、主在堂。也可以看到南北不一样的竹制门帘哦。咪就得看到南北冇共樣嘅竹制門簾哦。咪就得看到南北冇共樣嘅竹制門簾哦。还有很多特色。還有當到特色，還有當到特色。那要怎麼去呢？該愛用辦去，該愛用辦去。請搭自強號到屏東火車站，接着轉搭台灣好行。請坐自強號到屏東火車站，3點半車轉坐台灣好行。請坐自強號到屏東火車站，3點半車轉坐台灣好行，就可以抵達六堆客家文化園區。就做得到六堆客家文化園區，就做得到六堆客家文化園區。好的，請問下一班車是幾點呢？好，請問下一班車係幾多點呢？好，請問下一班車係幾多點呢？請搭乘7點21分那班自強號。請坐7點21分該班自強號。請坐7點21分該班自強號。請問還有座位嗎？我要買一張全票。請問還有位嗎？我要買一張全票。請問還有位嗎？我要買一張全票。現在只剩下站票，預估21分鐘就會到屏東車站。你下是存到機票，怕差唔多21分鐘就會到屏東車頭。你下是存到機票，怕差唔多21分鐘就會到屏東車頭。沒關係，我要買一張車票。冇相干，我要買一張車票。冇相干，我要買一張車票。好的，往屏東的自強號全票一張48元。好，到屏東嘅自強號全票一張48元。好，到屏東嘅自強號全票一張48元。這是100元，請問在第幾月台上車？你係100口，請問第哪張月台上車？你係100口，請問第哪張月台上車？請到5A 月台上車。請到5A 月台上車。請到5A 月台上車。提醒您，以後可以先在台灣鐵路網站訂座位票。提醒你，下一擺就得先到台灣鐵路網站訂座位票。提醒你，下一擺就得先到台灣鐵路網站訂座位票。太好了，請問取票時要帶什麼證件呢？很好哦，請問兩票時間要帶乜嘅證件呢？很好哦，請問兩票時間要帶乜嘅證件呢？帶您的證件或護照以及訂票成功的電腦代碼就可以取票。帶你嘅證件、護照、護照，還個填票成功嘅電腦代碼就做得領票。帶你嘅證件、護照、護照，還個填票成功嘅電腦代碼就做得領票。我知道了。我知咧，我知咧。這裡是您的火車票，往屏東站的自強號全票一張。你係你嘅火車票，到屏東站嘅自強號全票一張。你係你嘅火車票，到屏東站嘅自強號全票一張。收您100元，找您52元。收你100口，找你52元。收你100口，找你52元。好，謝謝。好，新夢。好，新夢。